年空靈嘅主題係至親，至親留一天與你。記住要記翻住爸爸媽媽、阿公婆婆、爺爺嫲嫲，好冇啊？如果我哋啲中年嘅都唔去做好個榜樣，去同父母去有一個關係，其實點樣做到個榜樣俾下一代，又同我哋可以親和呢？多啲時間去相聚，喚醒到香港人重新去聚焦翻喺家庭關係上，用一啲創意將我哋唔同年代嘅人聯繫埋一齊，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無價。我覺得至親好重要一樣嘢咧，個仔女係要做個主動。我預備咯，3、2、1。父母用一生的愛講一種道理，請准我說聲真的愛你。